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由零開始註冊 Bybit 賬戶，只要落入我嘅專屬推薦碼，即有20%手續費折扣同埋額外註冊獎金。第一步，上 Bybit 官網或者 App， 輸入你嘅 email 或者電話，設置密碼，然後解個簡單拼圖驗證，確保安全無誤。填完基本資料後，你會收到一個6位數驗證碼，去你 email inbox 揾返，然後輸入返嚟完成驗證，簡單方便。之後建議做埋 KYC 身份驗證，只需上傳身份證明文件，快手就搞掂，保證你資金安全同提升賬戶權限。唔好偷懶啦。第二步，自拍驗證，根據指示自拍一張 Bybit 會自動審批，幾分鐘搞掂，好安全又快捷。完成晒認證，賬戶啟用，搞掂註冊同 KYC 驗證，可以開始入金。Bybit 支持多種入金方式，穩妥又易操作，無論新手定老手都冇難度。註冊完成後，你就可以體驗 Bybit 專業交易界面，落單快，分析圖表齊，一站式滿足你所有炒幣需要。記得用返推薦碼啦。